这谁呀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我大帅府二少爷满月宴的好日子，居然敢来闹事！让江云鹤出来见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？敢直呼大帅的名讳？我姓孟，来自黄泉客栈。管你姓孟还是姓孔，就算天王老子敢在我大帅府闹事，都别想有好果子吃！给我上！你们打的上哪？小姐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立刻催大帅来接驾！催大帅来接驾！大帅，慌张什么？大帅，外面有个带着棺材的要见您。今天敢带棺材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赶出去！他自称姓孟。姓孟？快跟我一起去迎接！晚辈江云鹤拜见孟小姐。见您之前没来得及焚香沐浴，请您降罪。这谁啊？这么大一头，竟然让江大帅对他恭敬有加！莫要在此喧哗，把这些人都赶走。府内已清理干净，小姐您请。师父，100年前，您为了拯救苍生，献祭了自己，将3魂7魄分给9大家族。如今100年已过，天下太平，你的3魂7魄该归为我。你也阻止不了我。可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？知道。家父在世之时再三叮嘱，江家有今日荣耀，皆因100年时天官牺牲自己，赐福于江家。若有朝一日孟小姐前来，要将天官的第一缕魂胎光完好无缺的双手奉上。你知道江府能有今日，皆因胎光所赐。那你可知一旦取回，你江家将来福祸皆不由人。我江家得天官庇佑100年，已然知足，做人不可贪得无厌。孟小姐放心，归还胎光，我江家心甘情愿。也算有些悟性。什么？我儿满月宴，大帅不照顾我和瑞儿，却为一个陌生女人鞍前饭后。夫人，您消消气，别气坏身子。谁不知道大帅与您恩爱无比？我看就是那突然出现的狐妹子搞的鬼。随我去看看这孟小姐是何等人物。孟小姐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你这江家后辈不错，作为保存胎光的报酬，我可为你江家一人赐福。幸得天官庇佑，晚辈和家人富足安乐。不过晚辈老来得子，小儿子今日正好满月，可否请天官赐福？请孟小姐稍等片刻，我将瑞儿抱来。府中是来了多厉害的大人物，让大帅连瑞儿的满月酒都不顾了。府中是来了多厉害的大人物，让大帅连瑞儿的满月酒都不顾了。还真是个狐妹子，这位置也是你能做的？大胆！哪儿来的狐妹子？仗着长了张好脸就敢无视我家夫人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这些年见过不少。你这张脸，信不信我给你看？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有一瞬间居然觉得她很可怕。江云鹤的现任妻子，行为粗鄙，善妒心妒，如此五毒俱全之人，若是放在平常，你连跟我同屋都不配。看着江云鹤今日还算让我满意的份上，滚出我的视线，便暂不追究你。算什么东西？敢在江府装神弄鬼，你还敢让夫人滚，简直反了天了！看我不抽烂你的脸！放肆！妖女，会点妖术就胆敢害人！来人，快把这个妖女给我落哥打出去！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大帅，这女人来历不明就算了，还弄伤了古嬷嬷，你快把她赶走！蠢妇！怎
敢冒犯我江家最重要的贵客！孟小姐，晚辈治家无方，惊扰天官，求您饶了晚珠。老爷，你疯了吗？给这个丫头磕头！住嘴！你说，这是你的第一任妻子，还叫婉娘？回禀孟小姐，是。你还知道我是你唯一发妻？我10几岁跟你，刚生次子，你为他解散瑞儿满月宴。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能给他赐福。孟小姐，贱内冲撞您，罚我即可。我儿刚满月，求您莫怪。将死之人赐福有什么意义？他活不过今日。他活不过今日。胡说！我儿身边有最好的西洋医生照顾，从出生起便身体健康。你想骗老爷将我的孩子送走？你究竟起了什么歹毒心思？来人，立刻把这个女人赶出大帅府！不可对孟小姐无礼！孟小姐，求您救救我儿，求您救他一命。除非将他送走，永不和大帅府有瓜葛，隐姓埋名，方能求生。可否有别的解决之法？天命不可违。江南少爷回来了，就是那个心狠手辣、杀伐果断，刚拿下海城的玉面炎龙。天命不可违。天命不可违，我偏要逆天而行呢。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有人要害你弟弟。母亲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伤不了你的弟弟。燕离，你可知这位就是你祖父经常提起的孟小姐？孟小姐亲口说的，你弟弟最近这3日恐有性命之忧。父亲，祖父口中的孟小姐，按照年龄来算，应该100岁了。这位孟小姐看起来不过18，您真的要为了她这毫无根据的话，送走您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弟弟？父亲，您难道还不相信我能保护好二弟？老爷，燕离的能力你是知道的啊！你不让燕离保护瑞儿，你真要将瑞儿扔出去送给外人？燕离，瑞儿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今晚办瑞儿的满月宴，我也会向众人公布，大帅府正式交到你手里。你放心吧，父亲。孟小姐，能否请您多留宿一晚？若是小儿平安无事度过今晚，晚辈还是想请孟小姐为小儿赐福。我的话不可能错，谁来都一样。孟小姐说，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燕离，不得无礼！不是，去准备房间吧，我等着看你如何不自量力，妄图逆天改命。我从小听祖父说，江家受到一位孟姓的天官庇佑。既然孟小姐敢认领这个身份，又断言有人要害我二弟，那想要害我二弟的这个人是谁？亏命补运需要代价，你给得起吗？有什么是我江家给不起的？我要江家1半的家产。真敢开口，孟小姐，这么快就原形毕露了？你长得挺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哇塞，好多钱，我的小心肝儿。都是要当天官的人了，哪有天官像你这样贪财？孟小姐，你知道骗我江家人的代价吗？你知道用枪指着我的代价？你怎么做到的？你真该庆幸，
长了张不错的脸。今晚增加二弟周围的安保，大帅府内任何人出出，都必须严格管控。是。听说了吗？府里那位被老爷封为贵客的孟小姐，说二少爷今晚有难，必死无疑。哼，二少爷一出生就有这样的家世，能遭什么难？我看今天过去，那位孟小姐才完蛋。只有3个时辰，今晚就过了。我二弟还平安无恙。孟小姐，你准备好如何解释了吗？不是还有3个时辰吗？你与其在我这里浪费时间，不如把你这二弟看好。毕竟我说的话从来不会错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几时？着火啦！是书房，小少爷和容嬷都在里面，快救火！所有人立刻随我去救火！婉娘不能进去。大帅，夫人，节哀。是你装神弄鬼，害死了我的瑞儿。你的瑞儿为何而死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大帅，要为我们的孩子报仇啊！杀了他，杀了这个女人！婉娘，你冷静。孟小姐，现在的情况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？我该给你什么解释？起火的时候，我不是和你在一起吗？就连事发后，我们可都是一起过来的。那你又是怎么预测到我二弟今日必定会遇害的呢？难不成你还真想让我相信那鬼神之说？孟小姐，你人在，不代表不可以用其他手段交代你的同伙，我可以让你死得舒服点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要是觉得我有罪，就开枪吧。害了我儿子，我要让你陪葬！姐，你怎么随便杀人？事情还没有查明，说不定他真是无辜的。够了！你和你爹2个人都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住了。如果不是他，还会有谁放火杀害瑞儿？我看真是给你脸了。没死。就凭这颗子弹想杀我，他还不够格。都和你们说了，孟小姐是货真价实的天官，她绝对不会乱杀无辜的。孟小姐，婉娘丧子过悲，才会做出伤害您的事，求你息怒，晚辈愿意替她受罚。无妨，我想求您调查你我之因果，仅在那一缕胎光。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赐福。调查你小儿子的死因，牵扯世间因果，我身为天官无法干涉，除非你拿东西来换。求你调查清楚二弟死因，我愿意为奴为仆。
哦，之前不是死都不愿意吗？我只有这一个弟弟，求孟小姐成交。你们想知道谁是凶手有何难？我可以让他亲口告诉你。都烧成这样了，你还能让他复活不成？将此物塞到他口中。你让我来塞？不是你，难道我来？然后呢？天官有旨，亡灵戒语，开。说，火是谁放的？是夫人。我娘，这不可能！胡说！这个贱婢在胡说八道！老爷，是这妖女在操控鬼神诬陷我。我们夫妻20多年，你要相信我啊！胡说！这个贱婢在胡说八道！老爷，是这妖女在操控鬼神诬陷我。我们夫妻20多年，你要相信我呀！孟小姐，这婉娘平日最是疼爱瑞儿，她怎会放火烧自己的亲骨肉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想杀的是二少爷？若你原本想杀的是坐稳大帅府继承人之位的大少爷江燕玲呢？你胡说！我娘怎么可能想杀我？你娘另有其人，她并非你生母。他说的是真的。燕离，你别听他挑拨，你们两个都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怎么可能杀你呀？两个都是亲生儿子。江夫人，有些谎话说了一辈子，你自己都当真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大帅，你可还记得20年前发生了什么20年前，燕离出生，当时婉娘差点难产，幸好婉娘的妹妹永宁带了神药，才能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唉，可惜好人不长命，永宁不久之后便病逝了。你错了，永宁活得好好的，婉娘早在20年前被人害死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永宁？不，老爷，我就是婉宁啊。谢家有双叔，生得同样花容月貌。长女谢永宁才华横溢，惊艳绝伦；次女谢婉宁温婉贤良，天生体弱。25年前，二人28年怀，竟同时倾心于江家少帅。只可惜江家少帅只喜欢次女谢婉宁，并迎娶为夫人。两人恩爱，直到谢婉宁临盆之际，江少帅奉命平定倭贼。孩子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不好了，大出血，孩子位子不正，这是难产啊！大小姐，快去请杨医馆的史密斯医生，现在只有剖腹取子能保命了。妹妹是女子，怎能让男子看诊？会坏了妹妹的名节。可是大小姐，再不救就来不及了，那是大帅的嫡长子啊！孩子必须留，至于夫人，她会因为难产力竭而亡，你明白吗？明明是我先喜欢云鹤的，凭什么他的眼里只有你？要怪就怪云鹤绝情吧。今后你的身份，你的儿子，我都会替你守着。永宁，你姐姐她……姐姐难产走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谢婉宁，是大帅府的夫人。荒唐！这要是被江云鹤知道了，我们谢家要灭门的。父亲，大帅出征，归期未定，
我同妹妹长得一模一样，只要你们对外宣称暴毙的人是谢永宁，谁能分辨出我们的差别？只要我不倒，谢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要是真相败露，那大家就一起死。母亲，孟小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叶离，你别听这妖女胡说，我就是你的亲娘，这些年我是如何对你的，你还不知吗？江夫人，若非你贪心不足，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继承大帅之位，便计划趁着满月宴杀了江燕离，又怎会阴差阳错害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？你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你心狠手辣，早已将当初的接生婆杀害，自然笃定了我没证据。可是你忘了，你父母还健在。大帅何与谢氏夫妇对峙？在胡说！燕离，你快点给我杀了他！报应啊！真是报应啊！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畜生！当年我梅恢复瞒天过海，有着你顶替婉宁，已经是做了大孽。可你现在竟然连燕离这个唯一的独苗都要害！大帅，大少爷，这孽障，他确实不是婉宁。你这个屠妇，你还我婉娘的命！是，我是谢永宁，那又怎么样？江宁，你自诩深情。可这20年来，躺在你枕边的人是我，为你操持家业的人是我，你分得出谁是谁吗？而且就算我不杀他，他也活不过20岁。你强词夺理，那是命数。我用幽光看过谢婉宁的命格，她注定活不过20岁。既然她本来就时日无多，救下有什么用？我那么爱你，甚至不惜用别人的身份。燕离，当年医生说我无法生育，我真的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疼了20年。我以为这辈子我们就这样过下去，可我没想到，老天爷居然给了我一个亲生的骨肉，那是我的命啊！看到大帅要把位置传给你，我的心就开始偏了。我只想给我的瑞儿挣一个前程，我有什么错？所以你就想让另一个儿子去死？谢永宁，天官赐福给江家胎光，本是护佑子孙绵延。若你不对江燕离动杀念，那场火便不会烧起来。你所谓的命数，不过是你贪念种下的因果。瑞儿还那么小，她还没学会叫一声娘，不会让她死的。这不是我已经还给孟小姐的胎光吗？怎么会在她手里？你给我的那个是假的。谢永宁，快把他放下！那是天官之物，不是你能动的。别过来！这胎光能看破生死，自然也能逆转生死。既然天要夺我儿，我就从天手里抢回来。瑞儿，我的瑞儿活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胎光乃生之本源，死而复生
本就违背天道，想要拉回阴间的魂，就得用阳间的命来填。以命换命，没错，这胎光入体，是以你全身的精血和寿元为引，你换回了他的命，就要套支你自己所有的生机。没关系，能救回瑞儿，我不后悔。云鹤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爱上你。眼离，对不起。收。听说了吗？小少爷虽然救回来了，但从娘胎里带了病根儿，恐怕很难活到成年呢。哎，谁让他摊上这么个娘呢？造孽啊！府内所有嚼舌根的人，全都赶出去。是。孟小姐在何处？找我什么事？孟小姐，我想请问赠还胎光，您给我江家人赐福，还作不作数？我从不失约。那能否请您重新为我二弟赐福，让他能健康长大？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。我已为他赐福，从此他身如磐石，余生无病无灾，长命百岁。谢孟小姐大恩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之前的承诺？从今天开始，你除了是江府的大少爷，也是给我端茶倒水的奴。江某说过，若能查明真相，愿给孟小姐为奴为仆，绝不食言。还叫孟小姐？换我主人。那个，我是不是该再出去转一转？天官看上我家燕离做仆人了，这可是江家天大的荣幸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带江燕离去寻找我丢失的东西，你可有不愿？父亲，孩儿不孝，不能继续留在家中。孟小姐的事，孩儿一定是要做的。臭小子，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能给天官大人当差，那是祖坟冒青烟了。孟小姐，江家能有今日，全是仰仗您的照拂。别说让这混小子跟着您，晚辈也想跟着您混。你倒是比你那儿子更懂得趋吉避凶。晚辈恳请孟小姐在府内多休息几日，晚辈已备下最好的香茶补品，也让这小子收拾收拾行囊，学学怎么伺候人。也好。哈哈哈哈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带路！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
床上用品只能用真丝的，茶没泡好，换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在使唤少帅，我怀疑我没睡醒。我干嘛这么听他话？怎么了？师父。别怕，跟我走，带你去一个没有战火的地方。这里面是谁啊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我只是看到你房中亮着灯，所以给你送点吃的。孟小姐，我一直很想问，你为什么要带着一副棺材？出去，与你无关。陈家小姐击败京城第一高手，还比我赢手。陈家人一代比一代厉害啊！12岁就能单挑100人，可不是嘛？他们还弄了陈家军，专门培养天才，专门收穷人家的孩子，为国家培养栋梁，真大义。陈家是时候去拿回第2缕魂爽灵。什么？我说备车，我要去趟陈家。孟小姐，有失远迎。多亏天官当初将爽灵交给我们，陈家才培育出这么多天才。滚！看你这一身穷酸样，还想进陈家军？做梦！走！姐姐，小叔是我朋友，求你别打他。你不过是陈家的一个废物，毫无修武天赋。今天我这个当姐姐的就好好教训你。江少帅，求求你，我进陈家军只是想见我姐姐，她被选拔进陈家军后，已经1年多没跟我联系了。孟小姐，真是对不住，锦玉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她母亲早亡，被我给惯坏了，我这就教训她。
谁叫你嫌贫爱富的？爹！你给我闭嘴！这位是贵客孟小姐，还不快打招呼？锦月还嫌不够丢人，你回房间抄《金刚经》300遍。爹，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抄书了。这事没商量，立刻去。孟小姐，实在对不住，小女性格顽劣。无妨。老爷，老爷。对不住，孟小姐，我有急事要处理。管家，你去安排孟小姐和江少帅入住。是。孟小姐，请。跟我走。茶。和你父亲说的一样，你这伺候人的功夫，确实还得练。言出必行，我不生气。说说你姐姐的事。我姐姐叫云生，我们父母双亡。姐姐为了养活我，靠做苦力勉强度日。说重点。后来陈家军招人，说只要通过天赋测试，入选配备队，每个月能领10块大洋。10块大洋，在京城能买不少粮食了。是啊，姐姐力气大，被陈老爷子一眼看中，说是千年难遇的武学奇才。可是，自从姐姐进了陈府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她。我每次来找管家，都说姐姐在闭关集训，是陈家的核心机密。街坊都说姐姐得了权势富贵，成了人上人，嫌弃我这个拖累，不想要我了。可我知道姐姐不会的，她是为了我才卖命的。所以你想报名陈家军，进去找他？我想进去找她，我想知道她到底怎么样了。可那个陈小姐说，现在的报名费要200大洋，我这辈子都攒。进来。晨光见过孟小姐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……小姐，晨光少爷是来看我。晨光少爷是个好人，要是没有他，我根本进不了陈家。云舒姑娘，千万别这样说。陈家公府向来传女不传女，父亲又不喜欢我这病秧子，集训的地方我半步不能入内，根本帮不了你什么。这不怪你，是陈大小姐仗势欺人。300遍金刚经，爹真是老糊涂了。爹肯定是抄当心了，竟然为了一个个不认识的人罚我。小姐息怒，那姓孟的来路不明，却让江少帅鞍前马后的伺候着，她会不会是江少帅的未婚妻，才让老爷不敢得罪？就她，我在青城和京都可没见过什么姓孟的豪门。站住！天蚕丝被，这可是西洋客商送给爹的贡品，整个陈府只有我有资格用。你这丑八怪，抱着它去哪儿？小姐，他说是老爷的吩咐，要送给那个姓孟的，给他送去，他配吗？
陈锦玉，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若不在，还真不知道这看似光鲜的陈府，内里竟烂成这副模样。哑女姐姐，居然是你！你没事吧？她虽然是个下人，但也不该遭受如此虐待。那又怎样？一个下人而已，我想打就打。小翠，让人把她拖下去，重打20个板子。小姐，自从我姐姐不见之后，都是这位哑女姐姐会偷偷给我送饭，怕我饿死。她是好人，求您救救她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小翠，打完把这个哑巴扔出去。从今往后，青城要是谁敢收留这丑八怪，就是跟我陈锦玉过不去。你敢动我的人！如此狠辣，既然陈家教不好你，就由我来教教你。小姐息怒，孟小姐恕罪呀！是晚辈教女无方，惊扰了大人。爹，快杀了这个妖女！畜生，给我闭嘴！给我磕头，向孟小姐道歉。若大人不原谅你，我也保不住你的狗命。孟小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饶了我。快，给这位姑娘赔罪！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这次只是个教训，滚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畜生带下去，关进祠堂反省。哑女姐姐，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刚才多亏了小姐救了我们。这哑女似乎对云舒格外关心。别拜了，你这身体内里损耗严重，精气神3宝已去其2。小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根基被人挖空，本就损耗元气，又劳累消耗，更是时日无多。剩下的时间，你多陪陪他吧。都怪我教子无方。这位云舒小姐和哑奴可在府内住下，由我陈家为你请最好的大夫调养。孟小姐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要的幽光呢？你可已经准备好了？当然，晚辈将爽灵放置在一处秘密的地方，已经派人去取。只是，怎么了？听族中长辈讲，
归还爽灵之时，能请天官大人给予赐福。小女锦玉虽然骄纵，但毕竟是陈家武学的传人，不知大人能否垂怜，赐下一道天官福泽。今后晚辈定将对她严肃管教。天官赐福，成的是天道，渡的是良人。陈锦玉现在心术不正，戾气缠身，我的福泽他承不起。这是晚辈贪心了。既然大人这么说，那是锦玉没这个福分。小姐，锦玉不能赐福，家中就剩下陈光这孩子，但他资质平平，不知能否……再说吧。老爷不好了，一群倭国人上门要来挑战小姐，若陈家不敢应战，就要摘了陈家武林宗师的牌匾，还得让老爷当众下跪。这就是大一级捕手世家，堂堂华夏，不过如此。若今日陈家没人能打赢我，这块招牌就挂在你们家大门口。你欺人太甚！孟小姐，这事关民族气节，求您出手打败这狂徒。爹，何须求他一个外人？我身为陈家传人，自会对付这些倭人。这种时刻奉劝你一句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姓孟的，你少看不起人！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打赌？若我今日赢了这倭人，你不仅要立刻滚出青城，还要把江厌离让给我。要是我输了，我愿任由你处置。陈景玉，注意你的言辞，我不是你赌约的筹码。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你就去吧。让女人上场，陈家果然没人了。与那女人去死吧！那不是爽灵吗？陈锦玉，爽灵乃生灵之精，你一个凡人之躯强行吸取它的能量，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。要是输给这个倭寇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那个瓶子里装的什么宝贝？不管什么东西，敌不过我们倭国的武术。去死吧！我赢了。你是赢了，但也快死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的脸！爹，救我！我好疼！我就说过，爽灵乃生灵之精，凡人之躯强行吸取，必然遭到反噬。不可能！之前就用过爽灵汲取能量，怎么会像现在这样？世间万事，有得必有失，而能量从来不会凭空出现。你就没有考虑过这爽灵的能量来自哪里？
环绕绕的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陈家这些年选拔了不少天才少年，但这么多年没见他们出人头地不说，大部分进入陈家后就销声匿迹了。难道和这有关？不算蠢。之前没出事，是因为你一直在窃取别人的能力。可今日你是强行从爽灵里面汲取能力，没人为你担恶果，自然就变得面目全非。你胡说！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天才。哑女，你说是吗？或者叫你云生。你是我姐姐。姐，难怪你缝衣服的手法、做菜的味道都和我姐姐一模一样，原来真的是你啊！我不信，这是你故意让他演戏骗我的。你自己说，在陈家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云舒，对不起，姐姐没能带你过上好日子，反而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当年我因天赋被陈家选中，满心欢喜，以为只要进了陈家，我的妹妹就再也不用跟着我挨饿受冻。可我进府的第一晚，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集训。当时集训室内有10几个和我一样大的少女，我们依次被陈家用秘法抽走爽灵。在被抽走爽灵的时候，我感觉体内的骨髓、血液，甚至连灵魂都要被强行抽干了。而这些人除了我，全都死了。如果不是想能再见到云舒，我恐怕也早就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陈老爷子这是急着去哪儿？为了陈家的天才，毁了无数个云生这样的少年，你不准备给我一个解释？孟小姐，此事虽然与我无关，但女不教，父之过。晚辈愿意接受一切惩罚。孟小姐，求您手下留情，求您放了我爹！你可知他做过什么？我知道陈家欠了云生姐姐，欠了那些少年，可这一切都是姐姐啊！是锦玉利欲熏心，她逼着爹去寻找爽灵，逼着爹为她汲取能量。爹糊涂，但他只是不想陈家温血断绝，求孟小姐不要伤害父亲。晨光，我的好孩子，是爹对不起你。爹以前总嫌你体弱，觉得你不能承袭家业，一直冷落你，重女轻男。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你护着爹。爹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都怪晨光没用，没有办法拦着姐姐做这些错事。晨光少爷真的是个好人，他也很可怜，要不就放过他们吧。云舒，你不可怜自己食不果腹，不可怜你姐姐受尽磨难，如今反过来可怜这对害你姐妹的锦衣玉食的主子。孟小姐，陈家罪孽深重，我愿代父行过。您是受万人敬仰的天官，天官慈悲，求大人给我们陈家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只要不迁怒其他人，晨光粉身碎骨也甘愿。晨光，不要，这是你姐姐该做的事情。想要赎罪的机会，好，我给你。云生根基被毁，原本已入死局，但天道留一线，若你真的如口中所言那般粉身碎骨也甘愿，那就把你的寿命奉献出来，以命换命。只要你应下，陈家这些年造的孽，我可以一笔勾销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晨光是我陈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孟小姐，求您换个惩罚，金银财宝、地契物质，只要陈家有的，随您开价。陈少爷，你的答案呢？我愿意。晨光，
好。等你的爽灵完全附在云生身上，他就好了。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的死亡。我不要把我的爽灵给哑女，她的死活关我什么事？孟小姐，你快停下！我不是真的要给她换命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让我爹对我刮目相看。你快停下！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快停下！不就是要个人给哑女虚名吗？我来！你自己都快死了，孟南希，你手段通天，肯定有其他办法。我陈锦玉天生傲骨，就算不是天才，那也是人杰。既然是我抽了别人的爽灵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倒是令人意外，但你体内的爽灵刚刚被反噬，此事献祭，你会连投胎转世的机会都没有，彻底灰飞烟灭。即使这样，也不后悔。我不后悔任何一件自己选择的事。既然如此，成全你。幸好有孟小姐法力通天，才化解了这场孽缘。锦玉虽然走了，但她能用残躯赎罪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晚辈在这里替陈家上下谢过大人恩典。陈锦玉的罪释赎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晚辈听不明白。你还要装多久？陈家军已经组建了30年，陈锦玉不过16岁。这30年来，消失的天才少年少女们都去哪了？难道不是陈老爷子做的这些？据我所知，陈家确实从30年前就开始对外宣布挑选练武天才，免费培养。也就是说，从30年前开始，你就开始做着丧尽天良的事情。30年啊！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不被发现，我甚至连发妻都杀。既然你都清楚，那我也不装了。那些穷孩子家的人，就算给了他们天赋，也没有用武之地。弱肉强食是他们的造化。你果然比陈锦玉更毒。当初天官把爽灵赐给陈家，不就是偏爱陈家吗？我拿天官的混，为女儿拔高素质，这也是天官的意思。爽灵能激发人的天赋，本质是希望陈家能发掘出天才，为国家做贡献。可惜你太过自私自利，还利用神物害人。我也这是一心为国，为大义考虑。既然你如此大义，偷人天赋之事，为何不自己尝试，反而哄骗于女儿？孟小姐，你既然是天官，就该知道这爽灵的规矩。陈家秘法记载，爽灵之气至阴至柔，从来都是只认女不认男。父亲让姐姐尝试，那是顺应天命，他不是不想以身试法，是试不了啊。只认女不认男，你说的。既然陈老爷子不回答，那我们就试试你到底能不能承受住这份恩赐。快拿开！求你快拿开！天赋这东西，生于魂魄，成于气血，从来不分男女。你口口声声说顺应天命，让陈锦玉去试养，无非是因为你心里更看重陈晨光。所谓的重女轻男，实际上是重男轻女。他舍得让陈锦玉魂飞魄散，也舍不得你有半点风险。这不可能！明明是我姐，什么好处都归她，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那是陈老爷子怕你死。陈锦玉若成，他不过是陈家的一块金字招牌；陈锦玉若毁，你也依然是完好无损的陈家继承人。陈老爷子，我说的对吗？爹，你快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没错，陈光作为唯一的男丁，将来要继承陈家整个家业，他比陈锦玉重要10000倍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你必须给陈光赐福。这可是天官将爽灵交给我陈家保管的亲口承诺，你耍不了赖。天官大人，我要你将我儿变成真正的天才。陈老爷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
就算孟小姐为你陈家赐福，我大帅府也不会放过你。孟小姐，家父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但请给晨光一个机会。若得天官赐福，晨光定会重组陈家军，保家卫国，绝不推辞。陈光，原来你是如此伪善的人。还请天官赐福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天官给予陈家的赐福机会已经用掉了。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！莫非你想抵赖？陈老爷子记性这么差，不是你一直求我给陈锦玉赐福吗？是，我是求过。可你亲口说过，锦玉品行低劣，离气缠身，绝不可能为他赐福。他生前确实很辣，但在临死那一刻，他肯用命去还债，有了承担过错的觉悟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所以，我用陈家仅剩的那一点功德，抵了他的魂飞魄散，给了他一个转世轮回的机会。陈老爷子既然如此爱女如命，甚至不惜毁了那么多孩子为他拔高资质，现在听闻他能投胎转世，心中一定感到很欣慰。投胎转世，我要的是陈家的天才，我要的是长盛不衰的权势，谁要他去投胎？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先求他给我赐福？如果你先求我，陈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位真正的天才。不是因为你偏心那个死掉的女人，毁了我的前程。够了，别再惦记什么赐福了。陈老爷子丧尽天良，以人要养家门，即日起夺去手脚与双眼。至于你，陈光，你虽未亲手杀人，但你享受着这些血债带来的锦衣玉食，理应连坐，夺取你陈家所有基业，终生贫瘠，颠沛流离。爽灵，我没做过坏事。孟小姐，你不能这样惩罚我。没了陈家的基业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那些被你们害死的少年怎么活，你就怎么活。老东西，你死了活该！我让你死，我让你死！尘埃落定，你们两个往后有什么打算？小姐，云生这条命是您给的，本该随侍左右。但我这条命里还背着那些死在陈家少年的冤屈。我希望留在青城，尽我微薄之力，去寻找那些受害者的家人，给他们一个交代。
我也要陪着姐姐。既然你有这番志向，这陈府大宅便送与您。给我，但你记住，若有朝一日，你像陈家一样利用权势做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会亲手收回这一切。到那时，惩罚会比陈家重万倍。云生发誓，定竭尽全力经营，发掘并保护真正的天才，为保卫华夏、抗击倭寇尽一份力。这里面究竟是你什么人？我怎么越来越像仆人了？为什么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让我忍不住想照顾你？他打我！邓兔子，宁南希，你真行！怎么了？被某些人醉酒打了，亏我昨晚还照顾他。被我打，是你的荣幸。该去下一个地方。怎么会有人晚上接亲？哎呀，这家不怕死的，居然还在嫁女儿。放肆！
是神仙吗？姑娘，刚才那黑雾是怎么回事？你又怎么会在傍晚成亲？小姐有所不知，自3个月前起，咱们这儿就没安宁过。只要是有新娘子出嫁，必定会在半路遇上那股子黑风。那些被抓走的姑娘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传闻是有女子爱而不得，在当夜跳湖自尽，嫉妒即将出嫁的新娘，才会化为厉鬼来抓新娘。既然如此，你还在夜晚成亲？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我年纪大了，再不嫁就成老姑娘了。好不容易有个婆家不嫌弃，家里人才想着趁半夜偷偷送过去。谁成想，还是惊动了他。神仙姐姐，您能送我回去吗？松手，走前面带路。面冷心软的天官，这门缝里透出的药味，未免太重了些。天官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我来取幽经。晚辈知道留不住神物，只是幽经被沈家先祖供奉，唯有沈家血脉的嫡亲才知晓其确切存放之处。既然你是当家人，你会不知道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我与舍弟沈毅，不过是沈家早年收养的义子，家父家母一生乐善好施，对我兄弟二人恩重如山。2年前，沈家遭恶霸报复，家父家母为了保护我们，惨死在刀下。而李二，他亲眼目睹了父母被杀的惨状，那之后便高热不退，虽然保住了命，却断断续续陷入昏迷，至今已有3月未曾睁眼。二位这边请。听闻天官神通广大，能否请天官救救沈离？只要李二能醒来，沈须愿衔环结草，报答大人。先去沈离房中看看。住手！把你的手拿开！沈旭，你疯了吗？随便带2个来历不明的人进李姐姐的闺房，要是伤了她，我要你的命！沈毅，不得无礼！这位是孟小姐，也是爹娘在世时说的天官大人。我是请孟小姐来救李二的。天官？什么狗屁天官？天官真的能保护人，怎么护不住沈离？闭嘴！父亲临终前反复叮嘱过，若天官临门，定要倾其所有，恭敬招待。我才不信什么天官，我自己能救他。你这弟弟
火气不小。确实欠收拾。请天官恕罪。自从森义和梨儿从小感情深厚，自从梨儿昏迷，这才性子变了，偏执古怪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晚辈去安抚一下他，顺便看看梨儿的药。孟小姐、江少帅，请先在府内下榻休息。不错，还行吧。刚才给沈离看病的功夫，我让手下在城里查了查，新娘失踪的怪事是从3个月前开始的，而那时候正好也是沈离彻底陷入昏迷时间，这两者有点太巧了。接着说。还有白日里我看那沈离，总觉得他身上不仅有病气，更缠绕着一层黑沉沉的烟雾，看着倒像是将死之人，真能救回来吗？你能看到死气？那是死气，不知道，突然就看到了。凡人肉眼绝无可能洞穿生死之气。罢了，夜深了，回你房里歇着。好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师父，为什么会有人和您长得一模一样？孟小姐，不着急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启禀孟小姐，这是沈家的库房。打开看看。孟小姐，请。完了，财迷的本质又出现了。沈家的库房有什么好逛的？大帅府的库房比这大10倍。孟小姐，这和救离儿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我喜欢。孟小姐，这些身外之物您若喜欢，晚些时候晚辈让人悉数送去您房里。眼下离儿的性命危在旦夕，能不能请孟小姐先去看看离儿？我已经知道沈离是怎么回事了，走吧。这2位是鼎鼎有名的张天师和他徒弟。我说了，姐姐我自己会救。乾坤朗朗，正气朝阳。
大哥，你带他们俩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已经请了张天师来救李姐姐了。孟小姐也是来救阿离的，她年纪轻轻的，哪里能比得上张天师？阿离姐姐是我们最重要的亲人，我不能把她的安危交给这样的女人。他救不了。你什么身份啊？敢质疑张天师？他可是白云观第一天师。什么第一天天师？我说他救不了，就是救不了。沈离，不过是中了游魂术，还能难到我？大师若是能救李姐姐，我一定重谢。沈毅，别胡闹，我没胡闹。张天师可是如烟好不容易请来的，不像某人来历不明。原来是个无宗无派的野丫头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救人。好啊，那你救吧。孟小姐，你不是答应救我爹吗？慌什么？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哼，本天师在，有你出手的机会。乾坤朗朗，正气朝阳。吾诵此咒，邪祟遁藏。破！李姐姐醒了。阿离，你终于没事了。刚才是谁说本道救不了沈离的？现在离儿已经全好了，你这个骗子还有什么可狡辩？沈离症根本不是什么游魂症，而是美人煞。他现在醒来不过是回光返照，很快就要被煞附身，离死不远了。什么美人煞？老夫听都没听说过。这是在咒李姐姐，看你就是不想让李姐姐醒来。大哥，不把这两人赶出沈家！孟小姐是贵客，无论我都不会让孟小姐走。你！天师，阿离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不急，我来看看。天师，吐血了！孟小姐，求你出手！不着急，再让天师试试。万一天师再失败，离儿他顶多难受一下，死不了。急急如律令。
沈二少爷，我怕是救不了沈小姐了。孟小姐，求你救救他！只要能救活阿离，沈家上下愿听凭差遣。这不是普通的尸魂，他中的是美人煞。美人煞，这是一种极心极狠的咒术。最近城中那些失踪的新娘也和他有关，我怀疑是同一个人所为。那阿离姐姐什么时候能醒？想要彻底除掉他，要等重月之夜，也就是每个月的初5，新月和旧月交叠的时候，设下法阵，才能将他唤醒。小姐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只要您能救姐姐，让我当牛做马都行。既然当牛做马都行，那就去磨坊拉2天磨。啊？前几次的失礼岂是随便放过的？本君并非大度之人。手枪不是这样瞄的，要把枪当成你手臂的延伸，就用肩、肘、腕连成一条稳定发力线，呼吸收紧，只盯着目标的一点。真准了。孟小姐，之前的事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阿离姐姐了。我不明白，沈家世代守护这座城，履行对天官的承诺，为什么到头来厄运偏偏总找上沈家？大哥其实比我更在意阿离姐姐，他表面冷淡，可为了治疗阿离姐姐，几乎跑断了腿。我们都不想阿离姐姐出事。天道并非无情，只是有其恒定的因果。沈家守护此城是功，但沈离命中有此一劫。接下来一定要看好沈离，千万不要让门口的红线断掉。好，交给我们，你就放心吧。这是什么？保命的东西，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可将它弄丢。他居然在担心我。你在等什么？等正主现身。你是说那个美人煞？所谓美人煞，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有人在利用沈离的命格，生生造出了一个煞种。这个煞种在贪婪地掠夺全城新娘的生命力，
等那些新娘死透了，怨气便会攀升到顶峰。来了。退后！普通子弹根本伤不了他们。天官借法，今往困神。现在射！解决了。哥，外面的动静好像小了，孟小姐他们是不是赢了？是啊，该结束了。不愧是天官大人。哥，你做什么？阿里，该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真能忍，终于出现了。沈旭，没想到这个搞鬼的人居然是你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等你们能活下来，我再慢慢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阿里，杀了他们！你倒是有些术法的天赋，可惜没用到正途上。李儿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束手就擒。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束手就擒。做梦！
南希，躲开！南希，我听错了。南希，为师深闺混沌之日已到，以后天官就由你接任。不，师父！天下崩裂，倭寇后横行，生灵涂炭。唯有抽离三魂七魄，镇压着乱世河山，方能还万世安稳。南希，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不接任，我要师父活着。师父！南希，这些年你一个人背负天官的职责，是不是过得很苦？我们永远留在这里，没有乱世，没有职责，只有我和你，好吗？师父，我当然想和你留下，但你是假的，区区唤醒也敢冒充我师父。沈旭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你为了续命，残害那么多无辜新娘，她们何其无辜！啰嗦！乾坤昭昭，定！你刚才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敢暗算我，还伤我的人，沈旭，这笔账我们该好好算算。就算你是天师又怎样？今天我要你来的，去不得！大哥，不要一错再错。要是阿离姐姐知道你利用她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会生气的。收手吧，我只希望你和阿离姐姐好好。
姐姐，你还认得我？小玉，抱歉，快跑，离沈旭远一点。又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！他破防了。你清醒的时候选慎意，我明明已经用幽光控制了你，你还是选慎意！你给我回来，回到我身边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旭用偷来的幽光控制了沈凌，我让沈家保管的幽光有个作用，那就是迷惑心智。你应该是用幽光迷惑了沈离的心意，让她嫁给你。那又怎样？离儿已经是我的妻。可惜幽光只是迷惑，假的终究是假的。当沈离真正爱的人出现危险，他的意志就会被唤醒。阿离姐姐，爱的是我。是，他是爱你。我守了他20年，到头来他眼里只有你这个蠢货。我不甘心。我早就知道他爱你，所以我才偷了天官留下的幽光。我要他这辈子只有我这一个男人。你做的恐怕不止这些。全部告诉你又怎样？为了和离儿在一起，就连沈父沈母都是我杀的。沈旭，你这个畜生！就怪他们自己！就怪他们自己！我们经过重重困难，好不容易才能在一起。可是父亲发现了幽光的秘密，他居然要退婚，还要把我赶出家门。所以你就伪造了恶霸报复。没错，我勾结了黑风寨的人，亲手开了后院的小门。我看着父亲跪在我面前求饶，看着母亲倒在血泊里，只要他们死了，就没人能拆散我和阿离。可阿离看见了，他看见我杀了父亲，疯了，他想自尽，不得已，只能强行引杀入体控制他。谁知道那杀气根本不受控制，尤其是晋月，害死了城中的新娘。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从你踏进沈家大门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会发现真相。我知道我必须杀了你。今天，要么你死，要么我亡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居然一招都挡不住！你疯了！你居然认为能打败沈家供奉100年的天官？你居然认为能打败沈家供奉100年的天官？幽光本就代表人的欲望，所以当初师父将它交给清流世家沈家，希望他们澄澈的心能不被幽光诱惑，却不想最终还是酿成了惨事。阿姨，阿离姐姐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好高兴啊！天官大人，求您救救沈毅。离儿，过来，求你！他们2个都要死了。天官大人，你也救救沈旭吧，他丧心病狂，余生我会让他去大牢中赎罪。不行，赐福只有一次，你只可以救一个人，或者将赐福用在你自己身上。我选沈毅。阿离姐姐，我没死。大哥呢？没事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大哥作恶多端，今日的遭遇是他的报应。你们倒是可怜，送你们一程吧。100年前，师父不惜散尽3魂7魄，受尽剜心刮骨之痛，只为拯救这天下苍生。可这贪婪、自私、满是欲壑的众生，真的对得起师父那样的付出吗？
你们在干嘛？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不该这样赤条条的走。是了，这世间本就有正有恶，虽有沈旭那样的恶人，却也有江厌离、沈毅这样的好人。为了这哪怕1/1000的正义，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。师父的3魂已经归位，只剩下7魄了。你好啊，江厌离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我只是来提醒你要阻止孟南希的人。别装神弄鬼，这里只是梦境，你杀不死我的。年轻人，火气真大。我都说了，我只是来提醒你。很惊讶，为什么棺材内的人和你一样，其他的都不用想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棺材里的人若是醒了，你就会死。好自为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昨晚做了个噩梦。感谢孟小姐的救命之恩。今晚城中有盛大的花灯会，据说是为了庆祝劫难平息。沈毅特意定了最好的位置，想请二位一同参加。幽金已经到手，该去找下一件东西了。不去，左也不差这一碗。南希，去看看吧。你喜欢这种东西？对，就当我们找到幽金的庆祝。去准备吧。棺材里的人若是醒了，你就会死。少爷，给这位姑娘买只发钗吧。老板，这只簪子我要了。很适合你。师父。什么？没事。我想问一下，棺材里的人对你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他是我师父，是把我从死人堆里捡回来，照顾我、养育我的人，所以我一定要救活他。我会帮你的。说起来，我们下一站去哪儿？清河张家。接下来危机重重，你确定？当然，我不是你的奴仆，你上刀山，下火海。